南海13郎，南海13郎，南海13郎。呢個戲同我和春天有個約會一樣，佢都係香港我諗到現存為止唯一一個係橫跨咗3個藝術嘅形式。佢起步係杜國威嘅舞台劇，跟住係拍成電影，係我拍嘅，亦都由我親自改編，即係指導改編同埋演出咗佢嘅粵劇版。同一個劇本，同一個分場係橫跨過3個嘅藝術形式嘅，係嘉禾電影公司喺1996年好想我拍呢個電影。咁啊，點解佢會好想我拍呢？係因為一個好簡單嘅原因嘅啫。佢係嘉禾電影公司，佢睇住我拍《我和春天有個約會》，好低成本，拍出嚟嘅效果好好，然後又好賣座。咁於是佢覺得咧可能要信阿高志森嘅 formula。個 formula 就係未必一定要喺電影界度揾大明星嚟做，大部分咧都係舞台劇嘅演員。呢部戲喺當時，咁因為我認為電影演員咧係俾唔到呢種厚度嘅演技嘅。當然，我拍咗出嚟之後咧，嘉禾電影公司係好滿意嘅呢部戲。呢部戲喺今日咧都仲幾好嘅，就係喺中國內地咧係有一個叫豆瓣網，佢係由觀眾投票嘅9.3分，係到目前為止最高分嘅香港電影。電影版嘅《南海13郎》咧有3段戲係之前30場嘅香港話劇團嘅舞台版本係冇嘅。我要證明文章有價。再過30-50年，冇人會記得有錢佬嗰啲股票、黃金銀紙、世界大事，全部都係過眼雲煙嚟啫嘛。但係一個好嘅劇本，50年、100年，依然有人欣賞。就算我死咗，我個名、我嘅戲，冇人會忘記。呢啲就叫做文章有價。呢個咧係電影版嘅時候先加，電影劇本開始有。後來我哋再 rerun《南海13郎》做咗成100幾場咧，都一路呢場戲係一路帶住佢嘅。咁唐滌生死咗大半個世紀啦，而家香港粵劇界真係唔話乜嘢，唔係年年仲演緊佢嗰幾套戲咩？佢冇死到喎。第2段咧係電影版先有嘅咧，就係《蓮香》。我張台俾佢嚇，我走。13哥，大哥。第一個版本嘅舞台劇《南海13郎》係冇呢一場蓮香嘅。然後就喺當晚，唐滌生邀請佢去睇《再世紅梅記》，點知佢就心臟病發。呢個係老作嘅，但係呢個老作就係一個喺戲劇衝突上，我認為係一個高潮。咁啊，仲有一個咧，就係年青嘅藝術家最嬲尾喺電影版出現咧，就係因為套戲咧完得好噏啊！喂，杜國威，唔好咁噏啦，真係要觀眾離開電影院嘅時候，人又死咗，冷死街頭咁完啊咁。咁有乜好啊？咁佢就諗到呢條橋，即係話咧有才華嘅天才音樂藝術型嘅係人才輩出嘅年青嘅力量，即係仲可以寄望嘅。所以最後尾細路場咧，即係講古場係追住佢嘅。呢個咩年青人嚟嘅咧？要追住佢咁緣喺佢追尋，繼續追求尋緊人世間，仲會不斷一代又一代咁出現有新嘅年青嘅天才藝術嘅天才。電影版呢一筆就唔好太 sad， 你畢竟係一個商業電影，但係我哋又唔可以突然間撈尾加場搞笑戲嘅，即係燃一個希望。觀眾走嘅時候都係咁啊，走咗就走咗啦。最緊要嚟緊睇下一代係有希望嘅，咁解嘅。演員咧，其實佢哋嘅最大嘅貢獻喺呢個戲咧，係認真嚴肅、發乎內心咁做咗好多喜劇嘅處理。稱之為文藝片，但係我嘅切入喺我嘅手上嘅切入，基本上都係喜劇。説書人佢採取嘅咧帶唏噓，但係佢都係幽默嘅。點解佢唏噓啊？因為佢就係嗰個細路祥啊嘛，喺樓梯口嗰個，長大咗咪就係個講古佬咯。一個噏得編劇講另一個噏得編劇嘅故仔啫嘛。説書每晚佢嘅內容都係編劇㗎啦，但係佢覺得自己噏得啊嘛，喺榕樹頭講古，攞啲打賞係嘛？佢嘅取態基本上係幽默嘅。盡可能講啲幽默嘅嘢。13姨究竟去咗邊啊？13姨咪跟咗黃飛鴻啦。係用幽默嘅取態。黃霑做嘅孖二伯，後來好唏噓嘅。但係你睇佢開頭，根本係一個懵警嚟嘅。黃霑啊，
就佢演得好好，太史公，佢完全用喜劇演，佢身體語言都係，即係佢咁樣拗。謝君豪佢演呢一個咧，佢嘅特點係咩咧？一，佢開頭嗰種意氣風發咧，佢係一種狂生嘅姿態。你見到佢係狂到有啲帶點黐嘅，佢係有呢個爆發同埋神經質，眼啊，砰，哇，即刻彈走。呢種去法咧，佢後來做咗瘋癲之後咧，佢都係用呢個去法，即係佢係咁樣處理嘅，因為咁樣處理咧，最容易帶出喜劇感。我自己諗啊！葉榮祖，然後跟住呢一唱曲嘅打拍子啊，亂 Q 咁打嘅，打到錯晒啊！不過我現場睇我已經覺得好好笑。梁漢威真係做絕咗啦呢個版，佢勁係勁在咩咧？佢真係喺度幫緊啲笑點嘅。你佢開頭佢玉離雲佢唱，一路唱嘅時候咧，其實佢一路唱咧，佢隻眼係及緊下邊嗰個。然後佢化咗嗰啲歌詞入去，呢條友係又喺度挑戰我，又喺度玩嘢。佢就嗰幾句啫嘛，佢完全係將嗰樣嘢化咗做喜劇。其實根本好多時就係呢班演員咧喺埋位做我嘅戲嘅時候咧，其實佢哋已經係有一個 sense 知道我會係喜劇要求。我分析《南海十三郎》呢個戲咧。我認為佢嘅最大嘅特點，佢係突顯咗4個字，係好少人寫劇本係會寫到嘅，好少人嘅劇本題材係會觸及到嘅4個字，係懷才不遇。其實呢個戲係講懷才不遇，我哋好少見到中外作品係集中去講呢樣嘢。呢個唔係愛情戲，呢個某種程度亦唔係家庭親情戲，又唔係友誼戲，樣嘢佢都有講到，但係佢嘅核心咧。我認為個主題就係4個字，懷才不遇。銀幕下邊或者而家我哋講舞台下邊，好多觀眾睇呢個戲嘅時候咧，就會特別係年青知識分子啊、知識分子觀眾特別會投入嘅咧，即係佢覺得佢自己都懷才不遇噶嘛，好多人都覺得自己懷才不遇，所以咧就睇呢個戲嘅時候咧係好鬼代入嘅，即係就喺呢一點度啊切入咗。30歲之前嘅南海十三郎係極度風光。隻手可以當紅一時，但係佢嘅幸運喺30歲之前行完啦。然後廣州一架飛機駛過，一個炸彈掟落嚟，侵華戰爭一開始冇運行，冇運行。任何人嘅事業都要夭折，任何人嘅家庭乜嘢都要夭折，就一個炸彈落嚟，即係冇國就冇家，冇家就冇我啦。就算我哋成個劇本嘅結構咧。就係前面係寫佢30歲之前有幾風光，但係由佢戰爭侵華開始，佢勞軍跟住出到嚟再寫劇本冇人要，跟住落去咧，其實佢嗰個悲劇嗰個冚上去喺寫作上係好高招嘅，即係佢先係有個叫遇翻薛覺先，薛覺先亦都冇咗聲，薛覺先亦都照顧唔到佢。佢亦都唔會再可以同薛覺先建立啲乜嘢嘢，因為薛覺先根本已經都冇咗聲，失咗聲，冇咗聲。跟住就梅仙瘋人院外邊，宗教亦都幫唔到佢啦，梅仙亦都會離開佢。然後去到寶蓮寺就係老豆，佢最牽掛係嘛，最有情感，老豆都死埋。上山容易，落山又何難？離開埋寶蓮寺就過佢繼續流浪瘋癲嘅生活，佢係真癲定假癲冇人知，一個一個佢最親嘅人，佢可以依靠嘅人都了斷，咁樣推去最後尾個結尾。我覺得杜國威個劇本嘅最精彩，同埋我哋喺成個戲劇結構上，就係前後個對比，就係講呢一點。個分水嶺就係廣州。空襲廣州，分水嶺，戰爭打到嚟，又係時代，所以杜國威嘅反派好多時係個時代，但係個時代嗰個冇國就冇家，冇家就冇我，日本仔嘅打到嚟，就係一個分水嶺。